这个书店真正是把咱的玉丁子啊放好倒。我受到真大打击！天哪，我的老天爷啊！欢迎收看《台语真练灯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花溪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咱的群里边吼，讲足久无回去看阿嬷啦，所以伊今仔日特别回去看阿嬷。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位贵宾咧，礼拜迄天若有看咱的花溪台语主播雷大赛的乡亲，一定对伊的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伊就是咱的雷大赛的冠军第一名，等等。大家好，叫做啥物名？灯票。哦，你若看迄天的比赛，感觉讲是有够厉害的啦。尤其其中有一个，即个华语要换做台语迄个吼，八个参赛者加加啦，着2题、3题，伊是10题总着。说来，请电续开始。花条、赤椒啊、醋角椒啊、青椒啊。哦，这不简单。噔噔，哪只搞？因为平常时拢有写迄字音字形啊。字音字形哦。台语的字音字形。就爱学这就对啦。对，就爱甲迄个罗马拼音拢写好准。爱个学迄个罗马拼音就对啦。你才有法度拢答对就对啦。系啊，因为透过写迄个字音字形，会当捡足侪词转来。因为你着爱现字典啊，看讲迄个词的意思是啥。你干那看迄个汉字的字面，你无法度知影讲伊到底是啥物物件，所以才会去现词典啊。所以逐工就爱抱一个词典，就安尼困。所以你嘛有下功夫的就对啦。有啊，当然。但是我感觉你听起来也是不飒飒，也是沙的喏，是不是？请咱呢叫我第一名典型哦，是不是？甲咱用一个较具体的迄个字词，教互咱大家知影。嘿，所以即摆就摕即个高雄宝选即个。哦，拄拄啊选了嘛。嘿啊，拄拄啊选了，所以来摕即个代志来讲。安尼大家印象较深哦，所以讲这个台语有一个唇音，喙唇的唇，唇音就对。嘿，唇音嘿。比如讲李美珍的美。美哦，拢讲到喙唇吼，美。伊即回无甲拿赢的基本盘即个盘。盘。伊是毋是无换好调？嘿。嘿啊，所以伊敢若摕25万张票，迄个票款的票。票。所以就有人讲，安尼真叫做通的这种唇音。这种是唇音。哦，了解了解。为遮个代志来学即个唇音会较有记忆啦。哦，为一句的内底来学，啥物是唇音就对啦。嘿。除了唇音，佫有啥物音？佫有舌尖音。舌尖音就是咱喙齿的头前，即喙齿的字尖音就对啦。好来，单机麦的蛋。蛋，有影咧，会用到咱的喙齿的迄个尖迄个所在。对。蛋，嘿。单机麦就一个204年的年。年，嘿，用到咱的喙齿的迄个年，总统大选，嘿，总统的统，嘿，总统大选伊讲伊袂半路老炮的老。真正呢。对啊，拢是用着遮。伊讲伊袂食碗内，洗碗外，内底来。对啊，这种是。哇，安尼甲你学，真正学袂少呢。这叫做舌尖音呐，咱这喙齿的头前迄个音嘛。佮来就是讲舌根音，这舌根。咱拄仔是喙齿的头前，即摆是后壁，喙齿的后壁。五一正的五。五一正五。五。所以咱喙齿是向下骹迄个下骹。五一正着化工的，我认为迄个我嘛是。我。选举的举。伊讲选举的拼尾起。嘿。就是选战到最后一刻都爱有信心，所以伊讲选举爱拼尾起。嘿，真正呢，吼，拢用到这个喙齿后壁这个音吼，后壁这个音，一句，佮上尾一句就会当甲这个台罗拼音拢学了。齿音，喙齿音就对。喙齿音。过来，韩国字的字。是毋是喙齿？伊就讲。食高粱会当帮助有心即个食
食物件的食，嘿，食。有帮助的助，有心的心。心。伊讲这个讲法会当帮助有心啦。好是哦。嘿啊，要试看卖无？食鹅卵会当帮助有心吃鹅蛋、食鹅卵会当帮助有心。这个讲法嘛，伫咧网络顶悬创造真侪话题。创造。创。这拢是齿音。齿音、喙齿音。好，接落来要来讲的是啥物？那后这个喉音。喉音。这 H 的喉音就是学校的学校。学校两字拢喉音哦。嘿，对啊。学校真正咧，学校。花蕊。花蕊的花。真个呢。你甲问咱的颔棍才拢有声哦。大声化的化。化，嘿。这拢是 H 的迄个喉音。哇，想袂到台语遮尔啊奥妙吼。嘿啊，就是用四句。一个喙安尼，喙唇。嘿对。喙字的头前到后壁，搁咱的喙齿，就当发出真标准的咱的台语。对，这个罗马拼音的迄个声母的部分就是开4句，差不多3分钟就当学起来。3分钟。袂歹。吼，其实吼，我报新闻报10多年啊。常常有人咧甲我纠正讲，其实你有一寡台语嘛报了无真标准安尼啦吼。所以我今仔日嘛要来请教咱的第一名，我到底有啥物所在无标准，我来改进，尽量来讲较标准的台语啦。不过讲这个标准吼是安尼啦，有当时吼大家拢已经甲错误当作是正确。对，就是约定俗成啊。大家拢已经安尼讲啊，比如讲咱唱歌的是寂寞。寂寞的心情啊！寂寞的心情，咱大家拢讲寂寞，对啊。但是其实正确的寂寞的台语爱安怎讲？寂寞伫书店内底是安尼收的。书店是收寂寞，但是你即摆讲寂寞，就较无人听。人拢听无。所以有当时这要安怎讲起才好咧？我嘛唔知，所以就是讲，你若真正要学台语，会当定去看迄个书店，会当去避免，譬如讲这个避免，共款啊，咱拢会讲撇免，毋过其实伫咧书店内底伊就是收避免。对啦，因为以前是安尼啦，以前台语就在人讲嘛，听有就好嘛。因为咱的政府即摆真重视咱的台语。所以伊有特别成立一个组织会请一组教授对，教授老师，来修这个台语文，正确的台语文，甲收入来书店内底就对。所以因就是讲，希望讲会当用较正确的发音，甲咱的台语文会当甲留落来安尼啦。所以因是希望讲，尽量用字典内底因收的音来发音安尼啦。无咱就尽量啦。无后摆我咧报新闻，我就讲。寂寞的心情，当然寂寞是讲寂寞的心情，无咱就两种拢来讲，无要安怎讲，无我若讲寂寞，咱有一寡专家教授就打电话来讲阿丁啊，讲唔对去啊，爱改哦，我唔知要安怎才好，因为我感觉讲寂寞，大家听有，我若讲寂寞，真正听无，嘿啊，你讲撇免，你爱讲避免，嘿，毋过即马。这个代志啊，其实爱互少年人听有就好，无你若一直甲伊纠正，安尼伊根本就无想要学。对啦。对啊，所以嘛是讲。当时语言是咧沟通的啦，嘿，慢慢练听有就好，听有啦，听有就好啦。为讲啊，为听开始，你较会当甲这个语言消化。其实有足侪呢，咱咧讲的甲字典所收的拢无相共哦。譬如讲，伫咧印象这个词，印象，记伫内底迄个印象。我会讲印象，结果咧？结果书店是收印象哦。对。所以我拢讲印象是唔对的，爱讲印象第7条的象。印象。你讲知影我这个词啥早会记哩？我大概写字我写唔对，因为我接讲啊，我讲的时阵我讲印象啊。你嘛咧讲印象？对，我音片就甲象安尼个标落啊。印象所以印象唔对，字典是收印象过来。佩服，我拢讲佩服。书店是收佩服。嘿啊，伊第8条。嘿，佩服。我拢讲佩服，所以我是唔对的。你看，我已经唔对几年啊，你敢知？所以是
培复，培复，嘿，啊，过来恢复，恢复，伊书顶是写恢复，讲唔对伊啊，恢复，恢复，嘿，关恢复，对，恢，恢复，恢复，嘿，恢复，啊，甲这个词有差不多，就是迄个环境的环，因为甲恢复拢是讲是好，所以定定会受到华语的影响。比如讲环境啊，伫咧台语是叫做环境。环境，对，毋过足侪人会讲环境啊，恢复，手环，环境，对，好来，作弊，作弊，嘿，这是作弊，啊，毋过定定有人讲是作弊，嘿，其实这我嘛互纠正过啊，我以前嘛拢讲作弊，自细汉就拢讲作弊，自细汉到大汉就拢讲作弊，啊，结果有人讲爱讲作弊，对，哈，过来就是赔偿，赔偿，无，人是讲赔偿，赔偿，赔偿唔对哦，我拢讲赔偿唔对，爱讲赔偿。这个书顶真正是甲咱的玉丁子啊，可好倒。我受到真大打击，好，过来。过来就是军舰。军舰。无人咧书顶内底是收军舰。天哪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好，所以军舰爱叫做军舰，好，过来。过来就是传统。传统，嘿，这无错，这无唔对哈，这是发音的问题啦，这个发音传来传去，伊就讲传统啊，传统，所以这就较无差，我感觉这就是发音的问题呢。对，传统吼，来，公寓这部分，公寓，啊，伊是收公寓，第7条公寓，公寓，所以公寓唔对，爱讲公寓，嘿，公寓。这拢是受到华语的影响啊。公寓，有无？其实无啥物啊，差不多啊吼。厉害嘿啊。啥物最厉害？你对我讲10个，我8个拢无啦，啊，这就是书顶内底编写的这个写出来。啊，毋过你讲的遐个词，我拢听过啊，因为咱拢安尼讲，嘿，无咱就会当甲敲倒来，咱就尽量甲敲倒来安尼啦，因为毕竟标准是安尼讲才对啦，对啊，好无？哦，所以。搁袂记咧，你看，寂寞是要安讲？寂寞，寂寞，我寂寞的心爱讲寂寞的心，安尼感觉无介寂寞。系啊，真正系啊，迄自己真就听到即马听歌嘛是安尼寂寞啊。系啊，避免，嘿，避免是对的吼，避免哦，这就 OK 啦，避免嘿。军舰，恢复，环境，嘿，好 OK。今日就讲到这，系啊，好不好？感谢咱的第一名，甲我教遮尔啊多啦。无啦，你看，这第一名比迄个评审较厉害。无啦，哪有？迄天咧比赛的时阵，阮这个评审看到迄题目，大家嘛拢摇头啊，这我嘛袂晓。我嘛足紧张啊。所以这个教真正是有教，所以今日甲咱教足济，足感谢你的。感谢。咱的登晓，咱的第一名，下次华视台语真认真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但是安尼听起来实在是无啥听拢无啥的喏安尼吼，你敢当用一个较具体的一个案例，互咱较清楚咧。好啊，比如讲就是讲15号迄个高雄市长补选，嘿， 15号对吧？对。15号补选就是讲